今集咧就講下70、80年代同磁力有關嘅日本動畫機械人。一講起磁力機械人咧，第一個一定諗到係佢噶啦。金剛飛天傳喺香港嘅70年代咧，由街市播映嗰陣時咧，佢就叫佢做金剛飛天傳。喺無線咧播映咧就譯佢做磁力鐵甲人啦。咁喺日本咧就叫佢做鋼鐵 Jigu，就係由呢一個 NET 電視台，即係而家叫做朝日電視台啦，就喺1975年10月嘅星期日播放，總共係有46集。個故事大綱咧，主角司馬遷嘅爸爸司馬遷次郎咧就發掘咗一個古銅鐘啦，佢就發現到咧由希米卡女王統治嘅邪魔大王國嘅一個文明古帝國咧，就將會復活，而且會再次統治地球。咁而喺揭發個過程中咧，佢就遭遇到不測啦。咁好彩咧，佢自己就有準備到呢一日嘅發生，就將自己嘅所有嘅記憶咧就輸入咗，變咗一個電腦。咁佢咧就同埋佢半人半機械嘅仔，即係司馬遷啦，同埋嘅團隊咧去作戰保衛地球。呢一出嘅磁力鐵甲人咧，其實我自己中意叫做金剛飛天傳多啲，唔知點解。咁佢個班底咧就係由Great Mazinger 嘅工作人員啦轉去做呢個製作嘅。咁就包括咗永井豪、安田達矢同埋呢個嘅Dynamic 企劃一齊合作嘅。咁呢一個卡通咧就採用咗機械人同身體同武器咧可以互換部件嘅突破性想法。佢就已經早喺半年前未播映之前咧就登咗喺呢啲兒童雜誌上邊㗎啦。咁佢個玩具咧同埋個動畫喺嗰陣時就都係屬於啲高度完美受到好多日本兒童嘅歡迎嘅。呢一批金剛飛天傳嘅玩具咧係復刻版嚟嘅，佢就係由Takara 喺1998年翻出嘅。嗰陣時嘅 Takara 咧就係而家嘅 Tommy 同 Takara 喺2006年合併嘅公司嚟嘅。講翻細個嗰陣時咧，我就真係冇買過啲玩具嘅。如果冇記錯咧，第一次見到咧就係喺呢一個嘅銅鑼灣松板屋啊。如果冇記錯係大約2樓度啦，就係一上扶手電梯咧，一轉角位咧就係有一個櫃嘅。咁我記得個金剛飛天傳咧就係俾我喺嗰度見到嘅。咁嗰陣時咧係好多細路仔擸住喺嗰度嘅，同埋你知道啦，喺電梯入口咧基本上係好多人噶嘛，基本上係停留唔到睇唔到嘅，所以咧望到佢1-2秒咧都已經十分之雀躍噶啦。咁呢一個玩具咧都算係好接近原著噶啦。咁啲手手腳腳都可以磁力黐落個身度啦。咁當然唔會好似嗰個卡通入邊啲手腕即係分開幾節啲腳又分開幾節咁黐埋啦。咁 at least 隻手同腳同埋個頭都係磁力啦，同埋可以互換 pass 啦。咁呢個咧亦都 come with 2個飛天轉啦。個 size 就真係好似細個啲，大個啲就會型仔啲啦。但係攞翻當時嘅眼光嚟睇咧，因為佢可以互換 pass 咧，其實都十分之吸引嘅。其實而家大個咗咧，其實我都好中意叫佢做金剛飛天轉啊！磁力鐵甲人就硬係好似唔順口咁樣嘅。咁我仲記得啦，就係磁力粉碎。如果冇記錯 ，TVB 嘅翻譯就係叫磁力粉碎。咁就係記得咁多嘅啫。而家睇翻嗰啲咧，通常喺上網睇都係日本版嘅，都唔知TVB 或者街市係點樣譯佢啲名㗎啦。呢一個玩具咧，雖然係塑膠但係都幾重手下嘅，可能係嗰啲磁石同埋啲金屬膠位整到佢咁重啦。講過㗎啦，個頭嗰隻手同埋隻腳咧係磁力部件嚟嘅，可以掹出嚟嘅。咁但係咧，佢嘅膝頭同埋啲手踭位咧就唔係好似電視個原著咁樣可以分體啦。乜都好啦，其實都夠殺食㗎啦嗰陣時。呢兩隻手咧就可以換2個飛天轉上去嘅，但係我就覺得飛天轉細個啲啦，唔係咁啱比例啦。可以互換部件啦，亦都係另外呢個機械人嘅吸引之處啦。咁大家知啦，呢個卡通嘅下半部咧就有隻馬嘅，嗰隻馬我就真係唔記得叫咩名㗎啦，係咪叫金剛飛天馬磁力飛馬乜嘢啦？我真係唔係幾記得啦。呢隻馬咧，我買嗰陣時咧都好難配翻嘅，同埋係要買貴啲添嘅。咁隻馬本身咧就可以互換部件啦，又可以變馬車啦。咁同埋咧亦都come with 一個武器㗎，同埋一個拳頭仔，咁可以等
嗰個磁力鐵甲人或者金剛飛天轉咧，可以個拳頭揸住嗰個武器嘅。其實 Takara 都出過一盒有埋馬有埋機械人嗰個盒嘢嘅，但我就冇買到嘅。仲有樣嘢想講講咧，就係喺70年代尾啊。大家記唔記得嗰、個類似唔知係咪美國定歐洲啦？有個叫做 Micronaut，原來咧有個機械人啊，同埋有隻馬咧係同金剛飛天轉嘅玩具係十分之相似嘅。隻馬就基本上一模一樣咁滯㗎啦，可能係啲顏色唔同啦，但係個機械人咧係得個頭唔同嘅啫。嗱，你睇下啲相片啦，睇清楚原來仲係香港做嘅添啊！唔知有冇 copyright 去做㗎啦？呢一個嘅復刻版玩具咧。除咗出咗原色之外咧，喺同期咧亦都出咗呢一個嘅透明版本啦，同埋呢個黑色版本嘅。我就拎咗個透明出嚟玩下。今集講呢一個嘅磁力鐵甲人或者呢個金剛飛天轉啦，就講到呢為止先啦。下一集咧，我仲想講多一個有同磁力有關嘅機械人。咁想講邊個呢？留意住我嗰個 channel 啦，希望大家咁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啦。咁下次再見啦，多謝收睇，拜拜。